最近有真侪件失控的车祸弄死人的意外，有关心交通的团体就建议政府，客车若经过辖区的时，应该要把速度降到30公里以下。也毋过，台南市交通局是认为无法度统一来限制时速，嘛强调讲已经启动学生同学的安全守护专案咯。台南市成功大学交通临景区的路口，虽然有说限速30的交通牌啊，来去的车辆嘛照常无减速。历经大学路有发生一件轿车失控跌铁路，造成一人死亡。面对类似的事件一直在发生，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会主张，应该透过物理性的路平设计，强制车辆减速至时速30公里，唔通拢靠驾驶人自律，民众看法无同。啥叫修喊嘛？捷运其实可以带动。因为我们之前在台北嘛，台北捷运其实很方便。假如说学区的部分，那限速30，我觉得合理，但平常我觉得30不太好骑。协会表示，台湾的交通制度上过头挖靠驾驶人家己守规矩，煞无重视道路设计。根据 OECD 的研究，车速若30公里，过路人后车弄到的存活率通有90%。若是时速到50公里，存活率降到剩10%尔。其实日本计划伫2026年，把生活道路限速降到30公里。韩国2019年就针对同学区实施。协会呼吁台湾政府嘛，通对国际学习经验。希望学区的速限可以降低到30以下。像韩国他们也最近都做得很好，然后还有像英国他们有一些减速的设施，我们也可以跟着学习。那当然，政府的一些硬体设施也要跟着跟上，大家才有办法自然的减速。交通局会在持续与地方沟通、凝聚共识，透过增设减速平台及其他交通设施的方式，来提醒经过特定路段的用路人可以放慢速度，加强用路行车安全。台南市交通局回应，今年已经启动学生同学安全守护专案，因为各校所在甲周边道路条件拢无同，要统一限速有较困难。不过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已经有设50公里以下的速限，未来持续优化校园周边的标志标线，甲过路人的安全设施，加强维护交通环境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